林斗六市公所双十节要伫个碰气森林公园来举办社造嘉年华。森林园内23个社区、2间学校甲10组的表演团体，精心打扮，就计要来游行，要来庆祝双十国庆。 伫台顶的社区时代拢真有自信，这个服装拢是大家亲手做的，将会伫10月初10的国庆日参加变装嘉年华游行。造型的话，我们都是由自己 DIY， 所有道具都是自己 DIY。我哋当时是因为去没有社区的人会当快乐，会当欢乐，所以阮去学跳森巴舞。当时大家拢唔敢穿这跳森巴舞以后吼，大家拢一定快乐起来，大家都拢一定解放自己，抒发压力。 斗六市的双十节社造嘉年华会会伫10月初10下晡2点碰市森林公园顶场。迄天嘛有街头艺人带来精彩表演，若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来到现场体验闹热的气氛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